好啦，乡亲朋友，俺今边啊，共下来关心到的俩空气问题哦，在下半农期韩国俩个草骨神经期也所以来咧吼，你个检查啦吼，韩国呢俩个预防啊、治疗各方面啊，很样的也下呢就加个继续来谈你啊，王医师来老大家来讲到啦吼，俺讲到啊头先。呀，乡亲朋友，其實要講到一度嘅其他本身嘅一個症頭啦，吼，有啲朋友佢都忙着去醫院吼來做一方面嘅檢查哦，然後就想我來請醫師來大家講下，啲鄉親朋友啊，像佢哋安樣嘅情形，有啲人佢都動厲害呢，吼，佢要發吐，應該動強佢原來一個痛嘅長吐吼，佢動作嘅原來，唔過呢有啲人可能佢冇發吐按，就講原來按到按樣去，從嘢時間按樣嘅設計地講，係喺情形按樣嘅症頭嘅長吐應該醫院本醫師來做檢查。因為俺同客家上做事啦，吼，俺老多客家人咯，動物園啦，動厲害動物園啦。一般來講啊，輕重樣嘅係也痛嗬，有一兩日，一個痛嘅一兩日你一定要看先生，就覺得有一人來家下，佢講佢痛幾下年嘅，幾下年嘅佢真看先生，啊咧，有一人嗬，係講。佢唔會動痛，冇檢查動嚴重啊，佢要動會遠啊，所以冇辦法痛啊。但係很有一開到哦，其實講佢唔會痛嘅，所以常常係。做乜驚到嘅就？驚到係嚇到嘅啦。但是一兩年你聽看先生，嚇，有啲年紀大嘅，有啲癌症唔啲，係。但是嗬，喺坐骨神經，神經真要執到，所以人家腳會痹啦，會痠癢啦，嚇會痠癢，還有嗬冇辦法行路啦。好，要是較嚴重的喂，冇辦法行路嘅，好，你一天要看先生，好，超過一兩年一天要看先生，腳痹腳麻腳痛嗬，冇辦法做事，唔做日看先生，好，但是因為動物園為到做事啊，為到來嘅買啊，做事就唔會看先生啊，其實驚嗬，驚看先生家下我冇辦法做事，冇辦法。學嘅家庭啊，佢一咩冇唔錯啦，但是哦，你一拖嗬，你也冇辦法學家庭。真係你講身體係講有嘢嘅狀況嘅事，真係我日日去醫院陪先生講。也好，做較嚴重嘅情形，也係輕後背嘅，也做人坐骨神經砸到幾厲害，砸到人床嘅唔會消化，人尿屙唔出來。佢哦就跳慢嚟，一時間就跳慢。跳慢嚟睇現在，但是你要按呢，你隔天要日日去看，好，這絕對要立刻。停定咗嘅，所以一下就講到一條部分嗬，最嚴重嘅時節，我唔出韓國都係影響到佢規格嘅我消化嘅部分，也真係都當嚴重嘅嗬。嗰時候醫師來大家講到一條狀況嘅時節，就日日去醫院來做檢查嚟嗬，好，也就係要處理嘅部分。另外啊，唔講啊嗬，接聽人講，你嘅姿勢要正確啦，乜嘅翹腳啦，也講人講。像人講去盤坐同埋學，也講單腳嘅也個盤坐嘅部分，有啲人要講做唔得要喎，也係身內有用嘅，會影響到一方面係乜嘅？家下講嘅冇錯，因為嗬做瑜伽嗬，也要盤坐，也要翹腿，佢乜嘅情形？所以佢會嗬來到一條肌肉嘅，嗰條肌肉到嘛？嗰條肌肉叫做梨狀肌啊。頭先要講到嘅三條神經嘅，你做盤坐嗬，千萬來到一條肌肉，佢以為嗬，佢做嘅坐骨神經痛嗬，梨狀肌係發炎嘅，一緊一發，一做嘅側到一條坐骨神經，所以大部分坐骨神經從係兩個來嘅，但是梨狀肌發炎。沒為坐骨神經，但是也唔係開到一邊，唔係從兩個來嘅，所以古時候安尼嗬，你做冇盤腿坐，冇翹腳，係啊一條神經係發炎啊，沒動難好嘅，但是有些部分嗬，梨狀肌嘅發炎，砸到坐骨神經，變開到兩個去，安尼邊嘢做動慘嘅，一聽我前先生，我看。人嘅坐骨神經，一到係上來係，所以兩個來嘅，係梨狀肌砸到嘅，即係一聽我檢查清楚。唔好講，我把到就係全部講學，係坐骨神經嘅問題哦，就直接去做一個講治療用嘅嗬，一樣都當麻煩。嗰時候第一個念頭係乜解啦，我乜解原因哦。好，再過來你講到嘅。做先講嗬，講一樣嘅。
多样，他敢看也好，要做他即講啲紫色同葱油啦，紫色同葱油，第一隻哈，你做冇清淡做事。我頭先要提到嘅嗬，一做從細嘅人嗬，唔好用長期清淡做事。還有嗬，冇寬太重嘅東西，嗬，冇寬太重嘅東西。還有嗬，腰骨嘅運動嗬，不能太激烈，因為嗬，規下身體哦，全部兩骨一起撐定嘅。錯。係唔做動劇烈嘅運動嗬，就會傷到腰骨，係點啊？壓企啊、坐啊，嗬，愛彎腳，冇嗬，冇彎腳嗬，壓肌肉嗬，就會較會舒爽，較會舒爽，它會幫到來到嗬，叫分量嗬，冇做太高嘅鞋，高踭鞋，高踭鞋冇做，安尼嗬肌肉唔會協調，就較會來到，就較會舒爽嗬，安尼嗬。但青蔥腰太個參考看的，但是哦，至於哈，這個吃要以什麼飲食，事實上關係比較不大。可是呢，你休息的時候很重要，休息剛好，你用休息了，跟好多片剛好衰哈，腳一定要，貼正體，貼正體。因衰冇講哈，膝架本身係講，衰冇講冇見貼停哪正體哦，我貼腳嘅正體。腳，像你也係看到有種圖記，係都腳趾頭嘅素材係嘛？係啊，腳趾頭嘅素材。安尼嗬，後背入面。因為腳趾頭來起來剛好，背濃嘅肌肉，將會變鬆，將做得休息。你做從細年嗬，按唔停一天要貼腳要貼正體，讓兩骨的肌肉嗬，將會完全的放鬆。完全的休息，安尼吼，你拼命做事吼，就較唔會舒爽。係樣，然後也都係講，你所以冇休息嘅時節吼，一點都動重要吼，除咗你講到了解腳趾頭嘅素材，安樣來做之外，係啊，冇錯，安尼，但是像下降安尼衰未做得啦。哦，一下大隻衰吼，最大隻衰吼，就會將腳貼起來，強弱，安尼你咪。你係正確嘅姿勢啦，嗬。係，坐墊咧，坐墊咧，嗬。用到也都會動重要嘅哦。一定要靠背，要好背啦。背墊床也好，兩個就較唔會舒爽啦。胸腰旁邊咧，按你坐好，全部靠。呀，姿勢就全部就係冇正確嘅姿勢。係，還有較重嘅東西哦，唔係前面聽數。兩三年來講安樣係。你搓牙齒行路啊，搓牙齒啊。安尼做事啊，愛彎腳，愛彎腳，安尼嗬，兩骨咧，安尼腰骨咧嗬，壓力中個，安尼就較唔會得到嘅兩骨嘅偏，係錯過成。你講用嘅搓，也講我視察嘅見咩強用愛長期按用搓呢嘛嗬，你愛注意嘅部分咩要，一個所以冇嘅時節，做歇困嘅時節，係咩動重要，搬東西嘅時節，亦都對你平時生活當中啊，各方面嘅姿勢都動重要嗬，喺亦對一個調整你嘅姿勢來講，來做到嘅時節，也就係一陣講最好嘅預防，係按樣型嗬，學一預防來講咧，當然最基本嘅日頭愛做到，我都想我哋門咯，要到然後上班下期，唔啲按樣嘅去檢查出家嘅日頭姿勢算嚟錯啊唔錯，一時節做得有乜嘅方法做得啲，即講用嚟看，亦係講要乜嘅單位做得來老唔講到講應該按樣做錯啊唔錯，按樣錯啊唔錯。一般來講，醫院哈全部有按呢個服務啦。係。現在有健康管理師啦，哈，健康管理師啦，管理師啦，還有今後哈，你乜嘅問題哈，以後哈，你台灣哈，當好做全民健保，佢個看片哈，實在便宜，講實在，你說以後看片哈，病都藥房哈，哪有係咁便宜？你說有乜嘅問題，你就去請先生。花費很少。嗰時候頭先講到一個康健管理師，你做得到醫院地方度去門嚟度係嘛？門嚟度。你愛掛號呀嘛？大部分咧唔是掛號，係家門診病上會有哈，有健康管理師。喺特責醫院全部有。
基本每一天。每一天，嗰時係門看嚟看日天醫嘅，要嘛空天嗰啲時候，一各方面啊，會通用嘅，就有到嚟門下嗬，用叫做做啲嚟老人咁樣啊，都正確嘅。再過來啊，可能當到鄉親朋友講檢查嗬，所來咧一般咯，下不農通下個人嘅草骨神經通，我記得嘅檢查來講啊，嗬，有冇胸樣冇，行過有呢度嘅檢查。講得冇唔錯。呀，檢查嗬，做唔免去搞老多，做乜嘅檢查？線上就會做乜檢查？唔免，唔做去看片，線上嗬老多，唔做乜嘅檢查，清好，佢會做嘅同天數，做乜嘅檢查？譬如講嗬，大家嗬去個做講下照片嘅啦，有啲照片嘅嗬，做照骨頭，片嘅嗬 X 光嗬，照骨頭，基本線上嘅嗬，資訊嗬，動少，這骨頭嗬，老實講嗬，兩個突這文章這會出來啦，其他退化啦，唔啲要扎到神經冇也唔啲，做乜係安尼咯？唔看安尼兩骨嗬，輕重要嘅係神經，同軟骨，天公都整唔出來，天公整唔出來，我整乜㗎？我做電腦斷層啊，做天腦啊，我做天腦斷層，核磁共振啊，安尼嗬，要全部東西全部整咗出來，線上做參考，檢查結果同影片有關係冇？係關係係乜嘅關係？其實會建議做乜嘅資料先好，看100集片面，唔會超過50去開到嘅，大家唔是講，看線上再開到。莫見談廣告嗬，再賺有錢。看線上嗬，所以當便宜，唔好看線上當錯。好，有啲基本冇意思啦，留大家嚟講到嘅，要當到嘅朋友啊，本來話到一個草骨神經痛啦，有骨一到嘅痛全部係強樣，其實嗬冇強樣係要款嘅，我記得咯，唔管草一期啊，杯農都愛準備出來嗬，要好嘅習慣就唔係要一個神經切嘅問題，行過長時間草定一係長時間企定咯，記得愛換下姿勢，去到春天難見啦嗬，一樣真唔會啊，有時間一叫話肩骨嘅上陽處嘅問題全部做出來咧，嗬，咁會當時冇意思啦，都係節目現場，安子識。什麼唔會。好啦，你是先來聊下咯，家下聽是田先生講下來，好運通咧，多謝大家。